各位乡亲大家平安欢迎今仔日来第6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有请到米粉圆博士伊是正牌的即个社会语言学的博士伊要用台语做例来甲咱解说啥物是社会语言学其实现代社会语言学伊即个范围足宽啦伊按即个足侪专业来借足侪知识入来因为咱人的语言就是咧咱面对咱家己，也是讲面对即个和别人，也是面对即个世界咧思考的时阵拢有需要语言啦所以毋通误会讲若咧研究语言学的，就是咧干那咧研究即字要安怎写，迄字要安怎写古早时代是安怎，即个语言是安怎演变毋是干那安尼尔啦所以今仔日真期待来听即个米粉圆来甲恁介绍，听了检采安尼，听了咱会对即个现代语言学会甲社会语言学会有较全面的了解。好，安尼无我就把时间交互米粉圆博士请。感谢我即马我来分享好。我有记即种声音开起来，好，大家暗安，大家好真感谢大家拨时间来听我今仔日的分享。在座有真侪我的朋友，可能大家拢感觉为虾米我要叫米粉圆安尼，所以我想讲我先来解释一下啦叫第一因为我感觉讲咱大家我自从开始来做台语的叫工课了就实在真侪朋友我感觉因为咱大家拢是朋友咧来要来斗为台语做一寡代志，所以我感觉若讲叫若叫老师还是叫教授我感觉拢就硬叫的，所以我感觉用一个名叫米粉圆，安尼我会感觉较自在这是第一个原因，较自在。第二个原因呢，所以我就想讲我要用啥物名我要用啥物名？我今仔号即个名呢，是甲我爸爸妈妈有关的这得爱先讲着我的台语意识是安怎开始的啦就讲我会记得讲，我迄当时想要去美国读博士的时阵，我就甲我妈妈讲呢，我就甲我妈妈讲我要去美国读册我妈妈就问讲你是要读啥物册？那就爱走去甲伊较远。我迄当时要读啥物？我要读语言学 （linguistics），the study of language。我妈妈问即句话时，我心内就顿底真久，想讲语言学，我是要安怎甲我？因为我妈妈伊无读册，毋捌字，所以想讲呢，我是要安怎甲伊解释讲啥物话叫做语言学？想无毋过我知影我妈妈伊晓讲台语，就是敢晓讲台语尔，所以我就想讲，我要来去研究台语啦。我妈妈就讲，你无采钱，你要研究台语，我甲你教就好，你若着去走去甲伊较远。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迄种，一个最重要的迄个时机，就讲，我就想讲，为虾米我读遮侪册，毋过呢，无法度用台语来讲互我妈妈听，讲虾米话叫做语言学，所以我就是迄个时阵，我就开始有即种想法，讲为虾米我要安怎训练家己来用台语来表达我的知识安尼，所以尾仔我开始咧写论文的时阵，我足侪物件我做拢甲台语有关系，所以讲呢，我尾仔就咧想讲呢，我要号一个啥物名的时阵我即个米粉圆迄个米就是我我的米粉的米嘛，粉呢就是我妈妈的名，圆呢是阮爸爸的名的其中一个共款的音安尼，所以讲就讲我来用即个米粉圆即个名是我的想法就是希望讲我会当用台语去参加的活动呢。虽然讲阮爸爸伊即摆身体阁诚好，毋过阮妈妈无伫诶因为呢因无机会读册，所以嘛无法度像我安尼共款出来外口，会当去用台语去吸收着遮个知识，
所以我想讲，我若用即个名的时阵呢，我就会当感觉讲阮爸爸妈妈拢有甲我做伙来参加安尼，吼。好，所以这就是我即个名的迄原因。大多我拢有听到一个声音呢，毋知其他人有听到无？我听到，我才先甲伊关起来啊！你搁继续讲，我会有声音，我会带伊去找看啥物人，我甲关起来。好，安尼我就来继续讲。好，今仔日呢，我有传2个主题，好，咱看时间。我其实我要搁讲第3个原因，为什么今日要来遮分享？因为我感觉写一篇论文爱开足侪时间，你爱去争取一个计划，开足侪钱，来准备一篇论文。毋过呢，你写的时阵呢，可能你去报告加10分钟就讲了啊。你咱将文章放伫期刊顶悬可能会看到人嘛无偌济安尼所以讲，我感觉今仔足赞的，我会当有差不多1点钟外的时间呢，慢慢来甲大家分享这论文咧写安尼，所以我这是对我来讲一个真好甲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呢。好今仔这个第一个议题呢，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讲怎么老是拖大气。所以我要研究讲台语呢，伫即种医学人文教育内底伊的功能，也就是讲呢，简单讲就是讲呢，是啥物时阵医生会去用着台语，爱用着台语是要表达啥物款的功能？伫遮呢，我是就先来解说讲即个语码转换，也就是讲2种语言套揽咧讲，套揽咧讲。比如讲，我即马来讲一句话，恁来看讲，这内底有几个语言伫内底啦，我以为outside讲，2个人咧拍球拍羽毛球结果迄球看到敢若会走去外口安尼，所以迄人讲我以为outside讲，所以3种语言，3种语言这内底有3种就讲。我以为华语 outside 英语讲其实是台语嘛你帮我盗用啦，这内底有几个？你帮我盗用，你马上用一下。这内底有你帮我盗用啦。对，所以其实是内底是有2个语言你帮我盗用。第3个讲阿嬷，你什么时阵要出地毯？没一共阿嬷，你什么时候要出地毯？你什么时候要出地毯？这就是讲，咱咧讲话时阵会套揽无共款的语言，这是一种真自然的现象，常常咧发生的现象。这内底呢，咱就讲，大部分咱是讲用一个语言呀，这个叫做主语，主要的语言。毋过有当时会套揽着无共款的语言这叫做前入语还是副语。像伫遮呢，大部分拢是华语，毋过有当时伊会去用着台语、用英语安尼。一般来讲呢，咧做即个套揽2种语言套揽咧讲有无共款的角度有的人是专门咧看伊的结构。比如讲是啥物款的比如讲发语词这别人讲呢。这句我先念无了，伊讲啦那个昨天晚上痛到睡不着，睡眠嘛拢无好，睡眠呢嘛拢一暝起来4、5摆，安眠药嘛拢无效，这医生讲这样子所以因这2个对话内底呢，主要是华语，这个歹势，主要是台语应该讲是台语，这个病人呢，伊一开始是讲华语，才讲。那个睡眠安怎发语词有真侪人拢会习惯用另外一个语言。搁再上遮这是规句乐乐等嘛那个昨天晚上痛到睡不着这是规句话拢用华语咧讲。有当时是干那一个词睡眠嘛拢无好睡眠嘛拢一暝困起来4、5摆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词安眠药。睡眠这是一个词。来甚至有人佫会去研究讲，第一个人呢，伊安尼套揽咧讲的时阵，第2个人呢，伊是会用对方的倒一个语言比如讲，这医师讲，
这样子哦，伊就对伊的华语安尼讲，啊，有的人伊可能想讲伊要对伊的台语，咱即种套蓝吼，有啥物款的效果，啥物款的功能吼？第一种就是讲因为你毋知影，你想无讲要安怎讲比如讲咱讲Google 安怎吼，你去 Google 一下，咱讲甲遮习惯啦，因为 Google 呢，咱就是讲找无个比 Google 更较好迄个词，所以咱就规去用 Google 安尼是讲你比如讲我即马甲秀婉咧讲话边仔有一个，比如讲边仔有一个讲英语的人，为着呢，阮想要讲即个人的歹话，无爱互伊听着，阮两个就调工用台语，互伊无法度听，互伊无法度了解阮咧讲啥，这就是讲我透过这来互你知影讲，我就是要对你讲的，因为干若你甲我会晓讲台语尔，所以即种有人会讲这就是一种语言的用你讲台语，我就对你讲台语，就表示讲我甲你是徛伫同一国的。你讲华语，我就对你讲华语安尼，这就好亲像讲，人咧选举的时阵你若去遮拢是客人，你就调工用客语，咧来表示讲呢，我甲恁是徛做伙，另外一种就是表达感情的时阵，特别想要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表达伊的感情。另外呢，有当时就讲，比如讲我若讲话时，特别是那个我们这个台湾人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你若听到我讲遐济你就知影讲我本地应该是咧讲台语的啦，所以我咧讲这的时阵就无小心就去互知影讲我就是我的族群背景就是讲台语的安尼，你若特别是讲OK，我们这个怎样OK，可能就讲你是用习惯讲英语的啦。另外呢，就讲即种套蓝呢，伊嘛当当作是一个演讲的迄种技巧，伊会当达到一寡较特别的即种效果，比如讲幽默humor，遮我就来讲一寡例啦，咱即摆先来看即个恁来注意讲伊啥物时阵讲台语，这有较大声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有注意到同一个房间在不同网站上的价格可能不一样吗？取发狗帮您及时从250个订房网站及 APP 上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你不要再花大把时间搜寻，最后要做检讨。取发狗帮您又快又简单的找到理想饭店，让您轻松省荷包。上取发。所以讲，有听到讲伊叨叨讲啥物时阵用的台语？检讨。你有在网上？就讲伊即个讲的全部拢是用台语，全部拢是用华语嘛。毋过伊尾仔即句就讲你不用再花大把时间搜寻，最后个做检讨。这呢就是讲咱做台语的人呢，咱拢知影讲，这是咱上较反感的一件代志嘛就讲你讲华语就讲华语，你突然间呢套人一两句台语的时阵，就是拢无好的意思。像即个讲的就是真明显。不过即件代志呢，其实我还未读语言学以前这对我来讲是，就讲你无去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即种习惯。其实我以前嘛是拢定定有即种习惯，就是讲到一寡较生气的代志，还是较无好的代志，你就是自然的用台语安尼，所以这就是一个例。搁再咱个看遮这伊咧讲迄个英文的 English writing 的重要性伊就讲他们不会他们不要，他们很少说 number 4 son 第4个儿子 ，OK， 他们常说呢 lecture hall number 4， 所以呢这个在后面 OK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你要多看，所以要想一想，不要在那里干那咧念经安尼直直看，拢无经过大脑所以这个变成讲一种演说的技巧，你讲到无好的代志，你就甲用台语来表达的时会更较传神安尼另外这个演讲嘛是伊咧讲血液透析你看这里讲那这个血液透析洗血它这个把血把这个血抽出来把血抽出来，经过这个人工肾脏，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 dialysis，我们这个这个 dialysis 是所以你看伊遮者你就知影讲伊本地就是习惯讲台语的啦。伊这个华语的演讲伊讲到遮的时阵
这个尿毒素这个交换，那事实上大家看这个洗肾器这么大一台哈，好看娘娘。事实上最主要就是发生在这里，这个叫人工肾脏，这些只是一个 monitor。也就是讲呢，对一般人来讲呢，要讲华语时阵透露一寡台语呢，伊有一寡特别的作用。啊，毋过呢，上界常常发生的就是讲着无好的代志，就会用台语来表达。吼，所以会使讲呢，就讲台语对真侪人来讲呢，对华语的演讲来讲，变做伊的剩余价值就是表达无好的代志安尼。吼，啊，这就是咱一般的迄种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吼，咱拢有即种感觉。所以讲呢，我就咧想讲呢，歹势吼，所以遮啦吼，遮就常常有人咧讲啊吼，台语就是低俗吼，咧骂人，哎咧讲歹听话的时阵啊，吼，还是讲这个人若是咧演歹人，还是讲这个人呢，伊讲甲伊偌衰偌艰苦吼，偌善遮吼，安怎就是会用台语来表达遮个代志安尼。好，所以讲毋过呢，我就咧常常思考即个问题，吼，即个讲咱台语对一般人来讲，咱的印象，印象就是安尼，就讲伫即马即个讲华语的世界，台语伊剩的迄种价值呢，就是来表达遮个代志。毋过呢，我开始咧做医生甲病人的沟通的时阵，我就咧思考即个问题，吼，咱知影讲伫讲病人去病院看医生的时阵呢，因为咱即马医学拢讲呢，爱以病人为主，吼，这是咱即马现代医学非常强调的一件代志。比如讲呢，伫欧洲即个宪章，伊内底有写着讲呢，为着要确定讲所有人拢会当得到适当的照顾，若讲，所以讲呢，伫病院还是养老院呢，你收的病人，还是讲你的主人呢，伊若是习惯，你要甲伊照顾时，你就爱用伊习惯的语言来照顾即个人，这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搁另外呢，咱医学拢讲呢，爱以病人为主，所以讲，即个真有名，即个 Francis Daniel Moore 伊嘛讲呢，医生呢，就是有3项物件上爱重要，你要帮助病人，就是第一，透过讲话去了解伊的病情，来替伊做检查，搁互伊药啊，这3项。所以讲呢，用病人的语言来替病人服务，这对现代医病的沟通，应该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呢，伫即个时阵呢，咱就会想讲呢，到底呢，台语对现代伫咱台湾的医疗呢，有啥物款的角色？吼，即个吼，我就因为呢，我较早咧做研究时，我就有当时拢会去听医生的上课，所以讲因有同意，我就录音安尼，所以我就想要了解讲呢，即个因为大部分医学院的课拢是用华语咧上课嘛，华语咧上课，所以就是讲用华语咧上课的时阵呢，即个课堂内底即个老师伊若去透露着台语，伊啥物时阵会去透露着台语？即个台语呢是要表达啥物意思？也就是讲台语伫医学教育伊的意义是啥物？这个是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我要做我啉一下水诶。讲到遮，敢有啥物问题？好，那无我继续讲。所以我要研究这个议题的时阵呢，第一我就爱先讲啥物叫做意象值，就讲一种感觉，就讲伊透露着台语的即句台语呢，伊互人啥物款的感觉？这感觉我甲分做3种：正面的感觉、负面的感觉，还是讲中性的感觉安尼。好，另外呢，就讲即句台语呢，伊是用着啥物款？伊是咧讲啥物代志？我将伊讲的即种代志呢，话题呢，甲分做3种。一般的话题，
第二呢是甲健康有关系，第三是甲情绪有关系。哦，因为呢，这情绪呢，就讲，伫遮我会特别安尼分的原因呢是，健康甲情绪，这是医生伊要处理病人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健康甲情绪嘛，吼。即马遮说了，我来讲一寡咧，吼。这段讲吼，比如讲，伊遮讲呢，就给他们坐在里面，他们就觉得吼，里长会感觉讲吼，伊若感觉足痛诶，你着足好做代志，伊若感觉足痛诶，你着足好做代志。即个医生呢，伊是咧讲，就讲伊咧做社区诶医疗服务诶时阵呢，你爱甲里长呢关系，爱较捌字诶，安尼里长若忝头呢，逐项代志拢好解决安尼。所以，遮呢，里长会感觉讲，这个是中性的话题，这一般性的话题，伊个互人的感觉就是中性，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毋过即句话，伊若感觉足痛诶，这个是甲情绪有关系嘛，吼。而且呢，伊是正面的，所以我这个叫做情绪症，安尼你着足好做代志，所以这是正面的，毋过伊是一般。好，来，咱再来看这句啊，我们在讲医学典范的时候呢，不是说你爽就好，人讲呢，苦着你，爽着我。我们所谓的促进健康，就是说呢，这个社会不要因为你这个治疗呢，让社会处于濒临状况。所以讲呢，这句话讲，人讲苦着你，爽着我。第一句讲这苦着你嘛，所以这是无好的，而且这甲情绪有关，所以我就甲叫做情绪负。这呢，爽着我，这情绪正面，即马来个看这句这有时候病人跟我们说呢，我去北京看病我甲讲，他较痛，腰酸背痛，个阿妈关紧嘛安怎，这句内底呢，我去北京看，这个就是一般的话题，中性。我甲伊讲，这也是一般中性，较痛，这是健康负。伊就讲到无好诶健康诶代志嘛，腰酸背痛，这嘛是健康负。阿妈关紧嘛，安怎，这也是健康负。好，即马咱来看最后这个咧。我觉得原来已经快到第4阶段，会有一些病人会有这样，就是说老型仔仔。你讲这我知影较容易因为对这逐项代志。拢较袂放心，所以烦恼较侪，所以呢，讲互你知影安尼，一次把他的问题比较能够因为了解到说这样的人，还有那个痛苦，还有那个能够怎么样去体会，所以加老型仔仔，这个叫情绪症。你讲这个一般的话题，我知影一般中性，所以烦恼较侪，烦恼较侪，这是个情绪负。你讲互清楚，这是比较正面，它是一般性的话题。OK， 好。这你有当时恁可能会感觉讲敢若毋知这医生这老师伊咧讲啥，因为咱咧讲话这种过程拢是无迄种意识。你就是安尼自然想办法讲出来，所以有当时你会安尼去改头前讲的话，还是安怎，所以有当时听起来敢若不太合逻辑，毋过这就是咱咧讲话时足自然，就是有这种现象。好，安尼，所以这就是我安怎来分析这个资料。煞来咱就要来看，好来，我来介绍讲我研究的这3位医学院的老师。我先甲大家解说一下就讲这篇研究呢，伊是属于这种叫做质性的研究，因为我敢若研究3个人尔，第一个老师呢，伊是伫北部服务，伊是精神科的医生。这段讲我的习惯就是讲呢，因为因是我研究的对象，所以一般来讲呢，我拢袂将因的名，甲因的真正啥物单位这无应该写出来，所以遮我就安尼讲这北部这伊是精神科的医生，伊是伫南部大汉的，伊伫北部做医生呢，已经差不多26档啊，
即上课的过程呢，我差不多有6、8点钟，吼。啊，即个8点钟的过程内底呢，伊拢总有411位11届的即种套揽着台语，所以算起来差不多1点钟内底差不多讲着台语，差不多有51个，吼，51句台语安尼。啊，伊即个课呢是必修课，学生差不多50-60个。啊，第2个医生呢是南部的医生，伊本身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拄啊，即个课吼，这叫做必修课，这是甲这3节课吼，这拢是甲医疗人文有关系，医学人文有关系。吼，啊，第2个医生呢，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呢，伊嘛是南部，吼，南部出世的。啊，伊迄当时已经做23档的医生，吼，啊，伊录音的内容呢，我拢录12点钟，吼，啊，伊即内底吼，伊是上届定会去用着台语的，即3位来讲吼，伊是用着上届侪台语的，吼，1点钟内底差不多用着100句的台语安尼。啊，即个课呢是一个选修的课，所以学生敢若20几个。啊，第3个医生呢，伊是外科的医生，吼，啊，伊较少年，吼，伊呾做14档尔，啊。伊敢若一届演讲，我拄仔去听迄个演讲，啊，伊有若同意我录音吼，所以我著有若去用起来做研究，敢2点钟的演讲，啊，伊虽然伊敢2点钟的演讲，啊，毋过伊演讲的过程呢，著用差不多1点钟著用着87个迄套揽着台语安尼，吼，所以伫遮呢，咱著会当看到一个较明显的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伫南部的医生呢。伊伫正式的场所，还是咧上课过程呢，会去用着台语的机会，会去用着台语的比例呢，加足悬，吼啊，所以讲，我讲的即个讲吼，伊毋是讲调工要安尼，吼，伊毋是调工要安尼，啊，毋过伫足自然，伊就会去用着台语，所以就讲伫南部做医生的，吼，伊的机会会较悬，吼，啊，我是安怎来解说即件代志呢？就讲。就讲即2个医生，因拢是伫南部咧做医生，吼，所以这可能就是反映着讲呢，这伫南部啊，因为南部就是习惯，迄当时习惯讲台语的人较侪，吼，啊，而且呢，有可能讲别个伊的学生，因呢，就讲伫南部的医学院啊，安尼的学生会伫南部实习，即种机会嘛是会较侪，所以讲呢，尤其是即个第2个医生，即个家庭医学科即个医生呢。对伊来讲呢，可能就讲伊上课若常常去用着台语，对学生来讲嘛是一种培养因的台语的能力的一种有即个目标伫内底，吼，啊，所以讲因别人若要去做实习时嘛，会当去用着。啊，毋过对即个北部的即个医生来讲呢，第一，因为伊即节课是必修课，啊，必修课呢，你著爱考虑着讲有一寡学生呢，伊可能是。侨生，还是讲伊是原住民背景的医生学生，吼，因可能袂晓听台语，吼，啊，而且呢，因对因来讲，因住即搭有可能是伫北部，吼，所以讲呢，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讲即个医生伊去用着台语的，伊的比例就较少，吼 ，OK， 所以这就是我对因即北部甲南部的即个差别的迄个解说，啊，刷落来。好来，刷来即张吼，即张就是我上界要义的一张吼。即张的结果呢是咧讲啥呢？吼，就是讲即条迄个蓝色的线，即条蓝色的线甲青色的线呢，共要迄个肉拄肉，所以看无啥会出来。啊，咱先讲红色的线，红色的线就是即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呢，伊用着的套揽台语呢，吼。中性、负面、甲正面，吼，即条红色的线就表示讲呢，对即位家庭医学科的医生来讲呢，伊用着台语的时阵表达着负面的代志呢，足悬哦。甲伊的中性呢，佫比伊的中性佫较悬，吼，啊，伊用着正面，用台语来表达正面的代志时，加足少诶。吼，这就是咱看到第一个现象。
啊，这个外科医生呢，伊用着台语的时阵，大部分拢是咧讲一般的代志、一般的话题。啊，伊的负面呢，差不多伫遮遮济，啊，伊的正面呢，足少。哦，所以讲，哦，伊的正面足少。啊，咱看第三个医师，北部即个迄个精神科的医师，哦，伊嘛是用迄个一般的时阵呢较悬，啊，伊的负面甲正面比起来呢，嘛是负面比正面较悬，哦，讲到遮，所以咱看遮吼，就是讲会使讲对大部分的即三位医生来讲呢，大部分拢是中性。用着套用着台语的时阵，拢是咧表达一般的话题，哦，啊是中性的感觉。啊，第二关呢，就是负面。哦，咱会讲着特别要讲着负面，因为是要甲正面来做比较，也就是讲，若正面甲负面来做比较的时阵呢，一定是负面较悬。用着台语的时阵，是要表达无好的代志。即内底呢，较特别的，就是即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因为伊的负面呢，强要甲伊的中性呢差不多啊。所以这是伊较特别的所在。讲到遮，恁敢有啥物？恁敢有啥物想法？为虾米会安尼？就讲是毋是讲真正讲着台语的时阵？咱若讲要负面甲正面来做比较吼，真正是负面较济。恁敢有即种感觉？我是小可吼，我是想讲，是安怎讲头壳痛，讲腰酸背痛，是算做负面的话，因为我感觉迄伊只是咧讲伊的病情啊，伊并无讲咧批评啥物，伊只是咧讲哦，我头壳痛，头壳痛那变做负面的。好，对即个想法真好吼。我头仔一开始吼无讲着这，无毋对，就是讲。咱头前听到迄，比如讲吼，你卖个你不要花了大把的钱，到最后呢，一个做镜头，吼，这个呢个做镜头，这是咧批评听众嘛，批评对方嘛，吼，还是讲呢，你不要，就是你写英文写作的时候，你要常常思考，吼，不要呢，敢若咧安尼，什么拢无经过大脑，拢无经过大脑，安尼，敢若伫遐咧安怎，吼。好，他这个也是有批评对方的那个意味嘛，第三个医师伊讲，你不要看洗肾器这么大一台，好看尔，伊这好看尔是咧批评迄个洗肾器嘛，所以无毋对，这就是讲，拄仔因讲的遐代志，拢有一点仔咧批评对方的，还是讲咧批评一件代志，咱遮拄仔我讲着遐个呢，有一寡呢，伊其实伊毋是咧批评，伊是咧讲，比如讲病人讲啥物话，还是讲，即件代志安尼，比如讲啥物，人讲，苦着你，爽着我，就讲，就是讲拄仔讲的有道理，就是讲呢，咱遮的物件呢，并毋是咧批评，就算讲毋是咧批评，伊肯定就是咧描述一寡代志。伊咧描述遮个代志的时阵呢，正面甲负面比起来时阵呢，为虾米用着台语的时阵，就真正是负面较济？咱来想讲，白白你拢用台语，毋过呢，就是就算讲你是干那咧描述事实。为虾米？就是讲着无好诶代志时阵，有负面诶代志时，你才会去用着台语；正面诶时，你袂去用着台语。这位教授，好，来请讲。我来要看麦。好，你讲，请讲。我是王小安。我感觉讲是毋是？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毋是讲？因为台语是咱算是母语嘛，对因三位算是三位嘛是讲是母语嘛。那即个母语咧，伊是等于讲伊伫因诶心肝底，我用一个语言诶
角度去看，伊是一个算是低层的语言，底层的伊是伊人的行为有即个较直接的行为的时阵，伊就会选择用即款语言，伊是等于讲一种反射安尼。譬如讲即个负面的伊可能即个负面的言语，伊拢是较直接的语气较冲的即款的伊毋是亲像外语安尼的，因为华语对因来讲，可能也是无完全是用华语思考嘛，所以伊对因来讲，因第一上，也是讲因第一个思考的，因第一个表达的，就是讲即个概念出现的时阵，是会用台语出现，因来甲讲出来。一般恁若用华语，可能伊是概念出现是用台语，毋过伊甲转换成华语，才输出互即个，才output互即个其他诶人，因为伊等于这是伊成为医生较有同理心诶表现嘛，所以伊家己做一个转换。第二个当然是，我认为每一个原因伊拢是有关联诶，可能伊就是认为这就是伊嘛，伊安尼较有，可能这是伊对台湾诶身为台湾人诶认同，还有伊对家己形象诶一个期待，我认为是有，我想到是有即几个原因啦。好，感谢。其他敢有人想要分享？我要讲出我诶想法，以前我感觉讲会当互恁互逐个思考一下安尼，是讲平平拢是用透人着用台语，叫小安你要搁讲遐，好无？好。我敢会当我来讲看觅。咱敢会当讲，甲即个语言甲伊分做讲是一个工作语言，含感情语言，比如讲，咱咧唱台语歌诶时阵，一寡歌手，伊咧唱歌诶时阵，伊咧唱台语歌，伊就唱台语，到尾和人咧讲诶时阵，伊可能和人咧对谈诶时阵，伊毋是用感情，伊感觉这是一般诶工作，所以用即个例来看即个像仔医生伊咧使用一般性诶，含讲有讲着感情性诶，用一般性，即个知识伊是读中文册来嘛，嘛可能是接触到即个英语，还是对华语接触来才会资讯，这算较中性诶。若是讲着变做讲较感情性诶，含别人诶表达诶感情，还是讲伊个人对伊个人感情诶即个表现诶时阵，伊会倾向敢会当用安尼来甲看。好，对，这嘛是一种可能，这就是讲呢，咱就是要思考，就是讲平平是要表达感情，为虾米呢？负面的感情会用台语较济，正面的感情呢，就讲用台语的时阵呢，若平平咧表达感情的时阵呢，表达着负面的时阵，会较定定用着台语，正面的时阵较袂。还是讲阮甲并过来讲，平平拢咧表达感情，毋过呢，平平拢是用台语来表达感情，毋过台语表达感情的时阵呢，就是负面的感情较济，正面的感情较少。我就来讲，因为咱若讲真正拢负面的较少，正面甲负面比起来时，真正是负面较少的时阵，这是毋是就是像咱拄仔一开始讲的，就讲台语伊的价值就是存在负面的代志，才会用台语来表达，我会认为讲毋是安尼，即拄仔遮遮拄仔佫有即张表无讲着，我先将即张表佫解说一下遮呢，就讲用台语来表达一般的话题的时阵呢，一般伊中性是上界悬的，来第二就是负面，上界低就是正面，这是一般的话题。第二呢，若表达着讲着健康的代志的时阵，负面的健康用台语表达较济，正面的健康呢用台语表达较少。
所以负面比正面较侪。第三，就讲咱若讲白白拢咧表达情绪的时阵呢，台语伊表达的就是负面的情绪较侪，正面的情绪较少。吼，即马来，我的解说是安尼。这就是我例啦吼。这个例呢，伊讲呢，这个医生伊咧讲吼，这个家庭医学科医生伊咧讲呢，医病沟通其实这个在医学教育里面吼，有的人讲说6大目标或7大目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吼，那以前都觉得说啊，这拢免学啦，跟着老师学，看就知道了。不过呢，大家后来发现说呢，这看着学呢，其实差异性很大，所学到的个别差异很大，还是要好好的教。所以这个医生伊讲这句话时，有一点点咧批评讲呢，以前的人呢，医学院的对这种医学人文，还是讲医病沟通的这个话题呢，拢无特别要义，拢感觉讲这毋免加开这课来学安尼，所以拄讲到这句话，伊就用台语来讲。另外这共款这个医生啊，家庭医学科医生，伊讲呢，伊咧教讲呢，这个焦虑症状要怎么判断？焦虑症状至少伊讲呢，这个典型呢，只要压力够大到一个程度呢，至少有20几种症状。我念给大家听啦，感觉规身躯白白，规身躯痛了了，倒倒徛徛，坐立不安又不舒服，要换姿势，头痛，颔管紧痛，紧甲头酸痛，喘气杂杂，胸坎痛，腰酸背痛，哇，这个已经快10几个了，对不对？心中噗噗呼，心中噗噗跳，小便无偌济，食咧走便所，放热一日定定的走便所，要放热，物件食了走便所人呢，风也无咧吹，感觉畏寒，有当时颠倒变，天气也无咧偌热，常常安尼呢，常常热到呢要死就流凊汗，暗时歹困，搞迷茫，志气歹，做代志袂专心，人呢熬发脾气，常常感觉无啥代志。这个医生呢，伊咧介绍，甲学生介绍讲啥物迄个焦虑症有啥物款的迄个镜头的时阵呢，伊遮全部拢是咧描述着无好的身体的状况，甲无好的情绪，对毋对？为虾米？所以讲，也就是讲咧，伊表现伊用着讲着遮无好的健康甲情绪的时阵，伊拢用台语。为虾米伊会安尼做呢？敢有人想要讲看卖啊？这个咧，我感觉这个咧是真明显的咧，敢有人有啥物想法？来试看卖啊！嗨，大家好，我姓何，名叫玉石，宝玉迄个玉是敢若是我伫 Columbus Ohio，我来约一个这是我看过的经验比如讲，着中风的人，伊伫恢复的时阵伊的母语对伊是上界亲切的啦，因为可能迄就是细汉的时阵拄啊出生，就听就学讲台语的关系，迄就是甲伊本身这个感情上界亲切的物件。若总讲负面的语言迄嘛是甲咱的感情有关系啦。这样子，我是安尼想尔。好，感谢他拄仔有讲到，咱这位听众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病人呢，伊要表达伊咧艰苦的时阵，伊要表达伊的痛苦的时阵，一定是用伊上界自然迄个语言来表达嘛，所以伫遮呢，咱想看卖，为虾米这个医生伊咧讲到忧郁症焦虑的时阵，
伊就拢伊讲的遮镜头拢是用台语呢，伊遮台语为倒来？我感觉伊遮台语呢，一定是病人安尼讲，病人安尼讲互伊听嘛。所以呢，伊即马要讲互学生听的时阵呢，就讲呢病人会甲你讲呢，感觉规身躯白白，规身躯疼了了，倒倒徛徛，天气也无风，人风也无咧吹，感觉畏寒畏寒。我感觉遮个话呢，听起来就好，就亲像是迄病人咧甲伊讲的话，所以这就是讲，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讲台语呢，对即几个医生来讲，尤其是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台语对伊来讲是全方位的台语，而且呢是医疗必要的负面。在表达负面的时阵，医疗上的负面的时阵，一定要用台语。安怎讲呢？第一啦，就讲咱看到讲遮医生，伊用着台语的时阵，伊的话题呢是足侪话题拢会当用台语来表达，而且伊的迄种，伊毋是敢若无好的代志才会用台语，伊足侪拢是中性的意象。伊个比如讲，有当时呢，病人会甲你讲安怎，即句话就是中性的嘛，所以中性的是上介侪，咱大多无讲中性的意象是最多的，中性的话题也是最多的。就讲对因来讲呢，因是当用台语来表达任何的代志。毋过若讲平负面甲正面来讲呢，负面会比正面较侪原因呢，就是因为负面的辛苦病痛，这就是为虾米病人伊需要来找医生的原因啊。咱医疗的目的就是要来解决病人无好的负面的身体的状况，甲负面的情绪。所以讲呢，医生伊去用着遮侪负面的迄个情绪，迄个表达身体的状况甲情绪呢，这是咧叫做重现病人的原因，就是将病人讲的话呢，讲互学生听，安尼。另外呢，这个医生呢，比如讲，伊有才有讲到一句话，讲什么以前的都说呢这医病沟通呢不用教啦他都爱讲迄句是啥？伊讲这拢毋免学啦，这拢毋免学。这句呢听起来都有一点点咧批评的意思，对毋对？毋过呢，这嘛是讲有当时呢，达到咱值得达到咱讨论的议题呢，一般来讲就是因为有一寡问题嘛。这个问题咱毋才有甲提出来讨论。所以伊是咧讨论即件无好的代志，安尼。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讲，伫教育的对这三位讲者来讲呢，因为因的工作是教育，所以呢，常常呢要讨论的一寡议题，就是无好的议题，毋才会需要提出来讨论。另外呢，因为医学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病人负面的辛苦病痛，甲迄个心理的问题，所以呢，为虾米？因为因的病人可能拢常常咧听因咧讲的时候，因拢用台语咧讲，所以呢，伊即摆才用台语来讲互学生听，安尼。另外尤其是呢，我即摆过来强调，这个家庭医学科这个医生因为对伊来讲，伊咧教学生的即种医病沟通的时候，伊足强调一点，就是讲安怎呢？咱爱听病人讲，爱互病人有机会讲。你若听病人讲，你就知影讲，啥物款的病症会有啥物款的镜头，因为每一个人伊的镜头拢无共款，所以你若有认真听因讲，你会当去学着台语，你嘛会当学着讲，啥物病会当有啥物款的镜头。伊对伊来讲，伊足强调即点的。所以伊常常咧讲着医病沟通的时阵，伊拢会去讲着讲，比如讲我一个病人讲安怎，伊咧讲病人讲安怎，那是伊就是用病人的话咧讲嘛，
另外吼，遮咱阁有一点吼，咱看即个精神科的医生，吼遮，即位精神科医生，即段遮我看嘛，遮吼，即个伊咧表达情绪的时阵，吼，平平咧用台语咧表达情绪的时阵呢，即个伊这负面的情绪吼，是即三位医生内底上介悬的，哦，即个若是即条较悬，哦，所以我咧想，这可能就是甲即位精神科医生伊的专长有关的，因为因咧拢是咧处理精神的状态，有较侪是甲情绪有关系，哦，所以可能是因为安尼。好，遮就是我拄仔讲即个家庭医学科医生为虾米伊会用着遮济台语来表达遮个健康妇的即种意象。来最后啊，吼，最后咱来讲啦，吼，咱搁来看即张图，即段讲吼，咱讲吼，情绪表达情绪的时阵呢，是上介少的。你讲用台语呢，你咧讲一般的话题，上介悬的，就是用台语的时阵呢，伫一般的话题是上介悬的。第二就是健康负面的健康的问题，上介少的就是情绪，用台语来表达，这是用台语的时阵呢，表达情绪是上介少的，即三项内底上介少的。吼，一般、健康、情绪，台语用着讲着情绪是上介少的。遮呢，敢有人想要摇看觅？为虾米呢？情绪会出现遮少？好，若无我就来讲我的想法。好，遮吼，这叫做台语嘛无法度突破的心防情绪负。吼，我感觉吼，我去听过遮医生呢，因拢认同这点嘛，就是讲呢，这个医生伊讲呢，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医师能够借由非语言的沟通来得知病人想要传达的隐藏的议题及关心的事情，尤其是一些心事。很多门诊的病人，其实有一半的人都是呢，心事无人知，心事无人知。他来看病，他不会说今仔日心情不好，所以要来看病。很少人是这样子，都是说呢，我头壳痛，腰酸，哪里不舒服这样子。也就是讲呢，这个医生呢，他还有讲一点，他说呢，我之后会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问病人的他的一些隐私。我们要从症状来问他的隐私。我们要从他的家族谱来问他的隐私，所谓的这个隐私就是他的心事。甚至呢，从做理学检查的时候也可以问，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就是要这样子，以后就不会觉得说，问人的心事呢，不可能啦，家丑不会告诉你啦，很难问啦。这位医师伊要表达的是讲，伫医病沟通的过程内底呢，病人呢，就算讲伊有心事，伊心情郁卒，伊嘛袂甲你讲。所以讲呢，对医生来讲呢，你要安怎透过什么款的技巧来问出伊的心事，这个爱真，得爱足有训练的爱有功夫才问会出来。所以也就是讲，所以我的解说就是讲，歹势我两三点一张，我看卖啊哈，好来遮，就讲呢，咱知影讲，就讲医学的主流啊，拢是呢，就讲医生咧为病人诊断的时阵呢，咱较注重的，大部分人较注重的拢是即种目睭看会到的即种外观，
会当去观察到的即种身体的变化。所以讲呢，足侪病人来的时阵，伊就是甲你讲，比如讲伊头壳痛，还是讲目睭雾，还是肩胛大酸痛，这是足明显的即种身体的变化安尼。哦，就算讲伊心内有心事，伊可能甲你讲，伊就是头壳痛，困袂去，失眠，困袂去。啊，毋过呢，伊可能其实伊是有其他的心事，比如讲厝内底有发生啥物代志，足郁卒咧，所以伊毋才会头痛，伊毋才困袂去。毋过伊袂甲你讲因兜有代志，吼，伊可能甲你讲的就是讲伊头痛困袂去安尼，吼，就是即种啊，而且呢，有诚侪，第一就是讲病人呢，伊若甲即个医生无遐尔啊捌字，所以伊嘛袂讲随来甲你讲哦，啊医生，我最近心事足济，足郁卒咧，吼，无迄种病人会安尼直接甲你讲诶，吼，安尼甲你讲。啊，另外对医生来讲吼，有诶一寡医生呢，伊嘛较无愿意去讲即种心事诶话题，因为呢，这万一你若去问病人讲，啊，你是有啥物心事哟？啊，病人若讲甲哦安尼一直哭啊，这话医生伊无经过训练，伊可能伊嘛毋知影要安怎来安搭病人安尼，吼，所以，吼，咱嘛是，咱一般人嘛是安尼啊。你诶朋友若哭甲足伤心，你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伊安慰，吼，咱会感觉足有压力诶，吼。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讲即种用台语来表达着情绪诶代志诶时阵吼，这比例是即三种内底上较低，吼。所以讲呢，医生呢拢会教讲呢，你若要问病人诶心事呢，你一定要用即种心理诶问题，就是健康诶问题。吼，比如讲，哦，啊，你是最近是咧创啥哈？无哪会拢讲头痛？啊，是毋是心内有啥物代志？无哪会拢困袂去？吼，你爱用即种表面的即种看会到即种症状呢，来问伊心内的代志，安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讲直接用台语来表达情绪吼，伊的机会是上介低安尼。好啊，讲到遮呢，这就是我今仔要讲的重点。好，安尼咱差不多有半点钟的时间会当来互大家问问题，好无？就是看大家有啥物想法。问题人会使举手，啊，我会当看着，我会当叫你的名，嘿。我想迄个吴医师，你敢要先问？吴医师，我知影你伫遐记啊做认真，啊，你嘛是家庭医师，所以你来先问看卖啊，好无？我咧写笔记啦，啊，写真，因为内容足丰富。这吼，哎呀，我想为对来先讲诶。这个第一吼，我足赞成。哎，有 echo 呢。有 echo，你敢是有开两个 device？你要家己另外一个 device 关起来。哦，是个吼，啊，我介先有关啊，毋过，哦，OK，我足赞成李粉王讲的吼，这个母语吼，应当是这个患者的基本医疗的人才，吼，这点重要。啊，为什么呢？我会用加拿大的统计做一个吼。第一吼，啊，这个做10外关人前的统计咯，吼，就是讲。吴医师，你听台湾有 echo 呢？嘿啊，啊，我你小可调一下，啊，顶啊，较个，诶，我来互你问好无？好。啊，其他的人有会使举手。蔡医师，嘿。歹势，我今日这边参加，毋过听即个李文元老师的讲，感觉真趣味，真有意思啦吼。啊，尤其我足赞成伊拄仔咧讲的迄个分析哦，我嘛咧想无讲，是安那这
讲这个情绪的话较少哦。啊，我感觉嗯是真正正对，因为若毋是精神科的医生，迄个患嗯者若真正哭出来，还是伊讲因兜安那啦，因囝安那吼，迄医生真正满切破病，毋知要安那。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这个李文仁老师吼。嗯我都一直咧想讲，咱伫台湾话内底咧讲这个情绪症的这个话吼，敢是本来就较少，因为咱台湾话，咱个主个准哦，真正你要讲好话，敢若想无几句呢。比如讲，我是想讲，我若咧点名，我讲人是去走去对，还是我著形容人安尼讲，还是就是讲，敢若咱每个人这台语，咱敢若可以是咱本来咧用的就较少，咱。因为我有一个观察咯，就是讲咱大部分台湾人的家庭当然即马较无，我若看见咱台湾的家庭有人咧表达关心拢是用较负面的啦譬如讲，比如因仔要去散步，某就讲，哎哟，人出去你即马出去，咱去寒着是要安怎啊像昨天要去散步，讲哎哟，毋通散步啦，迄会去触到伊是咧甲关心嘛，毋过伊就袂讲，你再较细致点啦，就是讲。咱有个人会开用这种较 criticize 这种方式来表达咱的关心啦。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啦吼。我是想讲，咁含这毋就关系无安尼啦，对，这多谢。迄个美妇员，你要一个问了，一个就回答，因为即马有够两个人举手，是你要互先问，才会回答，是你即马要先回答。即个我先讲哦，我感觉我感觉敢若有道理呢。我感觉伫讲，因为我家己的家庭是较传统的家庭，所以讲，阮伫厝内底要去讲即种关心的话真正是有点硬硬。我是用别种的话来表达咱的关心安尼，对啊。所以而且我若嘛咧思考讲，台语表达情绪的话敢是？感觉敢若无偌济呢。我有一间咧编讲义，我咧编着讲表达情绪的话会当用啥物话？编的敢若感觉敢若迄几种尔，啥物压杂心头压杂人，我记伫内底，但是讲无偌济，毋知是毋是讲本着要讲情绪的，咱无习惯表达情绪，是毋是因为安尼？对啊，我编出来拢是一段足文的台语，讲我心内感觉足愤慨的，足毋值的，就想无啥。对不起啊。即摆来，我看袂着讲，佫有啥物人举手。我有举手。好，来，请讲。我安尼来迄个想，安尼来分享看觅，毋知对啊毋对啦吼。我会感觉讲这含即个咱顶回即个咧讲即个台湾人受虐待性格敢会有关系啦。这是第一点。咱讲，咱因为咱的即个民族伫即个受外来政权安尼所以大部分拢真厌气啦无影响咱的 self esteem 咱的迄个自尊心会有较低啦所以咧看代志有时会较负面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长期以来介大生可能是有意的而且若讲咧拍电影讲台湾人伫即个影视顶头的遐形象讲台语的拢是足人家加以赞的遮个人的语言歹听的就是安尼拢用台语讲介大生有可能是有意的甲你丑化，到尾咱一直看即种影片，一直煞山去洗脑去啊。所以咱用的语言煞去，互伊感觉讲这就是真自然的情形所以我想即两点就是讲，台湾人的即个受虐待的性格，造成咱
较袂讲好听话，较袂晓去甲人报，啊，这嘛是和咱民族自尊心有关系。第二点就是讲影视的情形，连到即马台湾人的导演家己咧拍片的时阵，嘛接受到即个较早即个外来遐政工干校，较早咱迄个做即个电视啦，做大众媒体，迄拢是政工干校政工的政工干校的遮个训练出来足济啦所以是毋是有即两点，互咱造成咱用台语咧讲情绪的时阵，负面情绪的时候用台语讲的原因安尼嘿。对，这我嘛无法度改善的这个部分。即嘛是毋是有迄个C 李敢是？李医师啦，李医师对，李清木对，李医师来请讲。大家较早这愈听愈趣味啦。我是感觉讲这个梁公兄讲得真准，因为咱以前开始咧听台湾歌，咱家己故乡的歌的时，都有人讲台湾歌口条也上济啦。这是民族的经历有一个真大影响，所以我感觉处于问题就是讲，若伫一个较迄个好命、较好运的国家，是毋是有一款现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讲你医学本来就是咧讲痛苦的代志。所以咱若换一个问题，就讲迄个旅游业还是投资业的人伫讲话，敢是拢正面的较济这是毋是这个题目本身的影响第三就是讲咱台湾话即马语言真复杂，因为家己的母语受威胁。这个问题若做讲在一个国家单单会晓讲一款语言的人的国家，还是讲单单会晓讲一款语言，伊的对象有若共款迄款语言的医生，因咧讲的话，敢有共款现象？所以讲我这是真复杂、真趣味的问题。多谢。对，感谢因为所以咱拄有讲咱这个题目咧探讨伫讲台语伫医学内底伊的医学教育内底的意义所以真正是因为讲是伫医学的状况，所以毋才会遮济用台语来表达负面的时阵，迄种机会会较悬。你若伫旅游业，一定讲了拢真正面的，真好吃。对，应该是安尼。陈雷吴医师，陈雷，你安尼会使我拄则讲的遐啦就是讲用加拿大的即个医疗做一个例啦加拿大真久以前就即个患者的即个语言基本人员足重视，所以伊伫政府国内改善一直到病院本身拢有真详细的法律咧规定讲啥物款的条件才会当合标准无你就犯着患者的语言的基本权利定足个迄阵10几年前的统计是讲，虽然是安尼有适合即个规定的，像讲病院做例啦才差不多30几%尔啦大部分的病院也袂当合格啦所以我相信即个情形伫台湾更较严重啦为什么加拿大政府足注重这个？因为统计上讲起来假使患者去这个毋是伊熟悉的语言的环境咧看病时阵伊有即个真不利的即个统计结果啦。就是讲伊误诊的机会较无听医生的建议的机会加食药食毋对的机会加其他即个 complication 就是即个无应该发生的代志这种种的机会拢足悬起哩，变做足悬起哩
所以这是足严重的问题。嗯哼，这是这个统计上有这个理由，真要紧的理由啦。第二点吼，我感觉这个，咱若要讲这个医学语言的时阵吼，可能爱用患者的立场来讨论啦。其他的范围无一定是安尼，但是伫医学的这个面阶段来讲吼，可能爱用患者的立场来讨论语言的问题，因为咱拄则有讲到这个患者的基本语言的这个问题，甲若有违反到的时阵所产生的真严重的真不利的效果所以咱若是用患者的语言做立场今仔日咱讲到这负面语应当是变做正面语才对啦。当然这是句词的问题啦无遮要紧，但是你若按患者立场讲，你若讲到我的话是正面的我才了解嘛我才会当对这个医生产生除了了解伊讲啥，对医生产生伊的信任甲信心你讲的我听会入来所以咱若按患者的立场，应当甲这个话讲做是正面语但是你若按语言学的立场，可能是变做 secondary language 你拄则讲的 primary 甲 secondary 这是无毋对但是咱若是要讨论医学的时阵可能这个患者的母语的这个立场要考虑到。对。另外一个较附带讲的，我是讲到咱这个母语，甲咱人的上基本、上心肝内上深大的这个感情非常要紧比如讲，我以前写一个小说叫做《开西公牛》就是伫马术顶悬一个真近代的这个老母咧摇伊的囡仔拢讲华语这个囡仔是拢寄伫因阿嬷遐咧讲台语囡仔听无车顶闹规路闹甲安尼规车拢无欢喜互这个运将甲骂啦骂甲这个真少年的查某人真高贵伊感觉伊照顾高贵雄雄才讲台语出来伊面子作失足严重足危机的时阵伊才想到讲台语自然就讲台语出来所以表示讲这个咱人真深底的语言就是母语所以就有人讲你若脑中风真严重的中风了你若加载剩最后一个语言伊讲的话应当就是母语才会出来这安尼加减讲几点多谢好你回答了后，有一位蔡欣先生有举手，你先回答，嘿。我拄仔感觉陈雷医师讲的真有道理，就是讲咱若为患者的角度来思考呢，就讲这医生呢，伊咧教医学院学生的时阵呢，伊咧表达这病痛时，拢是用台语，是用患者的语言咧表达。其实这件代志是一件正面的代志，对所以讲所以讲，拄仔我讲的一个重点来讲，这医生呢，伊用台语来表达这代志时，伊其实是讲，互咱看会出讲，台语伫医学教育伊的功能呢，上无就是讲，会当互学生去学着讲。病人要甲你讲病情时，伊会安怎来描述？安尼有即种的功能。请蔡欣先生。听到我的声吗？会使较大声。安尼有听到吗？有听到。
我有一个问题要来请问美粉员，嗯，这个拄仔迄李医师，你亲目李医师讲的一点真好，就是讲那拄仔这咱拄仔讲这情绪的质有正面甲负面的，可能有受到无共款的行业的影响。但是我小可好奇，就是讲，伫你的研究内底，你敢有去比较讲，共一个医师，伊用华语去表达正面甲负面的比例，啊去比较讲，伊用台语去描述正面甲负面的情绪，因敢有一种颠倒的差别？我有可能是颠倒，啊可能另外一种组合就是讲。这个医师伊可能一般来讲，咱可能是南部人，伊伫因为咱看到的两个例是拢是伫南部教册，啊因若伫北部教册，所以讲伊用着华语的比例应当会较悬，啊伊安怎来使用伊的华语去揽伊的台语？我感觉你敢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讲比较？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真趣味的，可能有一个真趣味的结果。感谢。第二部分，你敢会当佮讲一下？好，我讲，因为咱即马拢，因为你拄仔所举的迄三个医师，啊，其中两个是一般拢南部人，啊，伊伫南部咧教册，但是伊若咱敢有迄种，你敢有去采访，还是讲去取材讲，伫南部医生，但是伫北部教册，啊，伊使用华语的比例绝对是较悬，伊用华语正面、负面情绪的词，甲伊用台语正面、负面情绪的比例的情形是安怎？啊，这两个问题拢真好吼，我真正是一定无思考到遐尔啊多吼。我感觉你讲的第一个嘛真有意思，就是讲，这医师伊若咧用华语咧表达的时阵呢，伊的一种是负面，还是叫会较多？我咧想吼，有可能，我咧摇啦吼，有可能是同款的情形，就是讲，伊上一节课的过程内底啊，因为伊要表达的重点，应该嘛是一寡负面的代志爱甲悟出来，还是讲？伊要讲到一寡病情的状况，今日不管你是用华语还是用台语，这拢是一定爱讲到的物件。吼，比如讲，忧郁症的人有啥物款的症头，你要安怎去甲伊问？所以讲，我即马安尼咧想象哦，我感觉，因为伊的功能是共款的，不管你用啥物语言，你的目的就是要将遮个教育的目的爱达到。所以讲，我感觉负面的应该是比正面的较济。好，感谢。多谢。敢有其他的人要回应，会使举手吼。拄则我有看到一位王少安举手，但是伊后来佫囥落去，我毋知影伊敢若佫有要问问题。你好，主要是拄则有听到有即个朋友讲到即个歌曲啦，就我想着讲，台湾即款歌曲的即个，亲像有看过一篇文章，所以讲台湾即款讲即个叫做，人讲迄款开口有无？就是较悲伤迄款开口，有人讲是迄款日本的迄款。即个就是迄叫做演歌有无？演歌迄款的，即款开口出现的时代，其实毋是伫日本时代，即款开口出现的时代，伫日本时代已经出现，但是台湾人并无出现伫咧民间啦，就是无大量出现伫咧民间，真正讲出现，就是台湾人开始用即款开口是。伫咧战后，国民政府来台了后，才开始，这可能就是和迄当时诶即个状况有关系嘛，就等于讲因就是心理上
就是嗯即个心理上转向，虽然讲日本伊嘛是算是，嘛算是殖民啦，但是伊是等于讲你就是会怀念顶一时期诶物件嘛，这就等于算是转向安尼心理上诶一个安慰啊，所以这是我想着，迄项想着拄则有人搁讲着，我着是讲补充一下安尼。对啊，是毋是会晓甲咱今仔日诶讲题做连结吼？我是毋知啦啊，可能含医生伫咧即款，因为你医生伫咧病院嘛，着爱看即个人出事人走安尼，所以这含因即个生命诶即个感悟是毋是嘛有关系？毋过这着较歹去讲有咱实际上有啥物数字出来安尼，这较歹讲，但是咱会晓小可去问因诶感受啦，去推论安尼，因为毕竟医生含一般人伊是无共款。你看医生伊足少年着爱去接触迄个尸体，大体人诶，着爱去了解人过身，生甲死诶物件，所以即个我讲伊心理上是毋是有即个，嘛是其实有一寡，我袂讲伊是病啦，但是有一寡改变，因为心理上诶病本来着足歹去定义诶，就是甲一般人是嘛是有无共款。但是我拄则我感觉讲规个演讲听起来，我是感觉讲，咱一般人拢会想甲伤复杂。其实今仔日讲诶物件，其实老师要分享诶无遐复杂，只是咱对一个就是一篇数字，一个医疗界，医界内底，医生有三医生，咱医界即个数字诶分析，只是咱一般人拢会甲足侪状况甲套入啦，所以我认为这嘛是咱一般人毋是非学者，就是毋是学者会有一寡偏差诶所在，这是我一寡感想，多谢。好，多谢你诶分享。毋知敢佫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请教吼，请教，即马台湾的少年医生讲台语，比前一辈还是前两辈医生差偌济？敢有去他们讲？在我家己来看，我感觉是差诚济呢。毋过咱会当请教，比如讲蔡医师还是讲室温，恁敢会当讲看医师即恁？摆有举手，我毋知敢是要回答即个问题。科室温，室温，医师，柯医师你会，大家好，毋知安尼敢有听着？有听着。大家好，因为即个问题，我想我会当用我个人的一寡经验，来回答。我是算1986年出世的，我是正伫台南甲云林咧做精神科医师，就是前摆即个问题，我家己是感觉阮台语，毋知大家听我安尼讲会感觉我台语好也歹啦，但是我家己安尼感觉是讲，我和我的前一辈的一寡学长也是老师比起来，已经算无啥介绍啊，有一寡较复杂的一寡事，也是一寡算讲咧问患者代志，有时啊患者意思我会听无，也是讲有时啊我用台语问伊会听毋着我的意思安尼，因为阮坦白讲，阮生活中大部分拢是用法语啦，所以对于我来讲，虽然讲台语应该算我的母语，但是因为阮国校啊时代咧上课的时阵，受到的教育拢是法语为主啦，你私底下同学咧讲话，也是同厝诶人讲话才用着台语，所以到我即代的时阵，我感觉是，阮的台语确实比前几辈的医师搁较无好，但是照大家听我安尼讲，我受到的一寡comment就是讲，
有诶，就是阮诶和我共年岁，我是家己大汉诶吼，和我共年岁诶人，和我共年岁即辈诶意思就是讲，也是患者会讲，我诶台语已经算安尼，佫算袂歹啦，吼。阮若佫看佫较少年诶，迄辈就是讲我伫我嘛伫清大医学院有进前有带一寡学生吼，逐个台语就可能佫小可佫较土俗化吼，所以确实这是一个足无奈诶现象啦吼，因为我想医学教育即个问题，其实我对台语诶我知影有台文，有罗马字，嘛是到大学以后才知影。我会记得我是上医学台文课，迄阵是小儿科诶迄个谢基忠教授伊开诶吼。迄阵我才知影原来台语有8条，原来台语以前就有字，有罗马字。我嘛是到我即摆已经算主治医师啊，我主治医师这几年，过差不多10档左右，我才知影讲即摆有足侪资源会当互我使用即个罗马字和大家写文安尼吼。其实伫我即个训练的过程，我伫医学院7年的过程内底，咱的教育袂去特别强调，就算伫咱的生态伫南部，其实你去强调台语的迄个机会嘛，毋是介济。吼，就是讲，只有讲像头仔讲医学台文课，也是讲一寡像讲要做一寡 physical examination，就是讲甲身体检查、理学检查，吼，也是讲即个要做一寡医病沟通演练啦，吼，即款的吼，老师会特别去强调用台语要安怎和台语问吼。咱我算精神科的带住院医师的即个训练的过程，其实就无咧强调即款物件，除了讲咱老师家己有兴趣啦，会讲超工要用台语和咱讨论吼，用台语和咱做一寡case discussion 安尼吼。就我知影的，就是过来佫有讲家庭医学科，咱成大家庭医学科吼，因用台语，因先摆要求讲因用因的阿阮阿母用台语去甲患者做卫教，就是卫生教育即款的演讲啦吼，就是讲因要求一定要用台语安尼吼。除了即几款情形以外，其实无人咧强调讲用台语，虽然讲足侪咱的先摆咱老师，其实私底下因拢是讲台语较侪，但是即个医学教育的即个环境嘛是可能拢是用华语为主啦吼，佫有讲含一寡英语嘛吼，因为伫 medical 足侪 medical term 吼，咱用英语咧讲会较方便，吼，用着台语的机会坦白讲诚少。我嘛是感觉讲伫病院大部分用台语拢是咧看门诊，拢是向患者咧问诊的时阵啦，吼，咧做治疗时阵会用着吼。但是你讲要我若要向同事，阮讨论，阮其实袂用台语，阮咧讨论一个病例，阮可能用英语、用华语吼，但是咱较罕定用着台语安尼。吼，所以讲这是一个即摆来讲嘛是诚大的挑战，因为事实上就算伫咱南部，我伫台南甲云林，即摆患者来的，你讲完全听无华语的，其实足少的，可能爱7、8、10岁以上。你若10几岁人，通常拢华语拢听无。所以伊特别坚持讲一定要系个讲台语，所以即个讲台语的需求就佫降低啊！吼，因为大部分的情形对即摆学生来讲，伊讲华语就会通啊，为虾米伊佫爱学安怎去用台语问安尼？吼，另外一个嘛足趣味的现象啊，就是即摆的患者来，伊嘛看到伊虽然你听伊的开口，就是你知影伊的母语应该是台语，但是伊就是会用华语向你讲话。伊可能看你即个年岁，伊感觉你话你讲了较认同，伊就虽然是阿送来，还是讲阿嬷来，吼，伊就是嘛尽量用台语，尽量用华语甲你讲，用华语甲伊讲，伊和伊的厝内人，佮用台语开讲安尼，伊就感觉足奇怪，所以你嘛用台语甲应安尼，吼，所以所以主要是要回答讲，即摆咱少年即辈的可能是真正台语嘛需要佫较训练啦，吼，咱嘛应该佫爱做较侪努力。互即个台语伫即个无共款的专业内底会当使用了较好吼，像讲像头拄仔咱讨论着焦虑症吼，焦虑症台语你问我嘛烦恼足久啊，我即2档拢想讲，到底焦虑症台语要安怎讲哈，我真正佫袂晓讲。我嘛有先摆我有听一寡先摆录 podcast，
迄是咧做精神分析的吼，心理分析的，精神分析的即个老师，伊嘛讲焦虑症，真哪像台语讲袂出来，吼，所以这是嘛是大家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啦，吼，我先讲到安尼，吼，感谢。哇，真感谢，是阮的补充。咱即满已经11点半吼，但是咱阁有2个人举手，所以吼，咱甲即2个人问了，咱做一个结束，有兴趣要留落来，阁讨论的人会使来留落来。即满有一位起嘛，阁一位迄个美玲举手，迄个起嘛敢是互你先问？请问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听到，你会使较大声淡薄。咧我阵较细声尔啦，是讲我讲较细声。你即摆尽量讲，你讲较大声，嘿。好，咱拄仔吼有咧讨论讲吼，台湾人咧关心亲人吼，拢较负面吼。其实若是查某人，若是吼咧出头的时阵，有当时比如讲伊若是当选一个单位的即个头人哦，还是理事长，还是讲啥物会长吼，转来厝里吼，甲翁报告，翁可能会甲伊讲哦，是你家己认做，但是伊即句话是关心啦，吼，我要甲迄个咱的迄个教授分享是讲，伊是关心吼，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就是讲，医生吼，甲你讲话吼，对口会合。你着信任伊，信任伊时吼，伊可能当时我即摆记一个，就是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有糖分的问题，医生甲伊讲吼，最近咱即摆迄是台中的营长吼，伊讲最近你之前做的迄支药已经无贵啊，所以我要甲你换一寡传统的物件，传统物件时吼，伊就换药了吼，伊就拢食袂落，就是讲毋知要安怎处理。但是吼，因为伊信任即个医生，信任即个医生的时候，伊就搁等于未3个月的迄个时间未到，伊就等于回诊。回诊的时候吼，伊就感觉讲，甲医生讲话即个对话，就是用伊家己的母语。即个医生就是会用伊即个母语甲伊讲话，所以伊得到即个信任。我即个朋友足搞怪，我要讲的就是讲吼，因为因的对话会合。所以吼，伊会感觉讲，我希望讲你来换早药，进前的药莫用迄种伊成点吼，糖分就是讲一点吼看到会惊惊迄种，你用迄种较新的互我，你就去找迄个医生去讲话，这是我要分享的，即个第三代志吼，因为我家己本身一个国小咧教囡仔。台语，我有去教着迄个人吼，囡仔伫阮即个所在是算较好的学校啦，拢较有重视囡仔的学校吼。我较早毋捌拄过，有2个学生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伊甲我讲，伊也要做医生，伊足认真咧上我台语课，吼，我嘛一直考虑讲，到底我是毋是爱家己。介绍讲，你是爱去看迄个电视吼，但是外口看吼真稳势。但是我感觉伊遮细汉，我嘛无希望讲伊未罗马尼未学成时去看这，伊嘛看无啦。但是吼，我要请教大家就讲，像即种囡仔，伊有伊的目标，伊有伊的迄个想法，毋知是教学上吼，到底要爱用啥物资源去甲伊鼓励。伊足认真的哦，迄2个查甫一个查某，我教册教足久的，我毋捌拄过安尼。伊足认真，伊就甲你讲我要做医生。以上，谢谢。多谢吼。因为拄仔顶嘛讲着即摆吼，种医用台语的课本哦，其实袂少，上无有3、4本，而且拢是即几冬出来的册，所以我感觉，因若讲有心想要学，应该是有诚侪有袂少的资源通好使用。只不过因若讲是想要透过上课的过程，安尼应该就是来修医用台语课。
医用台语课呢，即伫咱台湾吼有14间医学院，有12间拢有开医用台语课。啊，伫我遮我先煞广告一下，我伫迄个开讲时我有带即个，因为我后学期就是2月份，2月14开始的即个学期呢，我伫医学院有开医用台语课。啊，我即学期后学期我想要继续来试看卖用线顶上课的方式，因为我主要目标是希望讲会当加招一寡台语伴，甲遮个医学院的学生呢做伙来练习讲台语，所以我有四价去大公馆要找台语伴安尼。啊，拄仔你讲到的即2位，因若讲时间若会合，因若想要做伙来上课，嘛真欢迎。最后一个人吼，最一个问问题，迄个住伫欧大瓦美玲，嘿。美玉老师吼，我讲一个我咧台湾有一个家庭医师啦吼，伊最近捌咧甲我讲一个代志，就是讲伊伫咧高雄，伊讲伊有一个囡仔，高中生在读迄个高中的学生来，讲伊巴肚疼，伊全咧用，因为即个医生吼，伊是较侪岁，伊是家庭医师，伊坚持台语啦吼，所以伊甲问讲，你巴肚疼是微微啊疼，还是小小啊疼？这囡仔讲听无啦，所以尾啊，因老爸都爱甲伊翻译啦，吼。我问的，无甲伊问诊，搁甲安怎甲问，伊讲，因老爸都爱做翻译安尼。伊感觉讲这实真无好啊吼。所以但是伊是甲我讲，伊嘛继续坚持用台语啦吼。所以今仔日咱线上有拄仔有一位真少年的医生吼，伊咧讲伊讲台语讲了好歹吼安怎？伊讲有迄阿公阿嬷来吼，伊就嘛是要强讲要甲伊讲华语吼。所以我是甲即个医生吼建议啦吼，咱台湾人无台语都毋是台湾人啊啦吼。所以我建议伊讲，若即款的阿嬷吼，你甲讲阿嬷，我互你讲台语好吼。你用台语讲，我用台语回吼，我若听无吼，咱搁讲，我嘛练习台语吼。我相信用即款的方法吼，来帮助咱守护咱的台语安尼吼。我甲即个少年的医生安尼建议啦吼，希望讲有做伊听会落讲我的建议安尼吼。咱对颠倒摆来讲，对我来讲，当即个医生甲我讲这话的时阵吼，我忽然想着讲。后影吼，我若去互我的家医看吼，我咧看了啦，所以我甲伊讲的时阵，我嘛毋知我要安怎讲，我巴肚小小疼，还是讲微微疼吼，所以这嘛是真困难吼。所以，但是我是感觉讲，每一个人吼，拢保持伊的母语，咱就尽量用母语吼，才会当较普遍吼。尤其医生吼，伫台湾的地位真悬嘛吼。你若用即落款的方式吼，我相信这是对推广台语、保持台语吼有真大的帮忙咧吼。多谢。我这样吼，我阁有一寡想法想要分享。拄仔吼，美玲讲，即位坚持要用台语来问诊的医生吼，伊即个囡仔的病人呢，因为听无即个医生的话，所以爱透过因爸爸来翻译。所以即个医生感觉安尼即个现象敢若无啥好。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吼，因为咱讲做医生应该是爱尽量用病人病人伊想要表达的语言来替伊服务。所以讲今仔日即位病人，即个少年囡仔，伊若是敢若会晓讲华语吼，若安尼来看，有当时医生可能就变做爱配合病人讲的华语来替伊问诊，就好亲像讲咱问讲，今仔日咱的老大人敢会晓讲华语，伊来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应该爱用即个病人习惯的语言来替伊服务安尼。另外拄仔吼，释温医师吼，伊讲到的遮个现象吼，我感觉听起来吼有一点仔心酸啦吼，就是讲少年辈的人
少年辈医师真正吼台语上适温讲啊遮尔啊好诶，应该是真少啊，吼。啊，以前吼我嘛有定定，就讲我一开始吼想要做台语需求诶研究诶时阵吼，迄阵时我有2种想法，第一种就是讲，咱应该为迄种台语阁有需要使用到诶场所，吼，比如讲医疗，啊，搁再长期照顾，吼，你要做台湾诶长照诶遮诶人呢，因应该是爱台语爱上有需要台语诶人，吼。啊，毋过呢，伫医学院我嘛有定定听着一寡叫较资深诶医师，因会想讲，啊，非伫等即end敢会晓讲台语诶病人，因为因即end诶人是愈来愈少，啊，等因若拢无诶时阵，以后这毋是问题啊，吼，所以讲，而且吼，这是一种问题啦，吼，就是讲医生家己本身是毋是有要医即件代志？若讲，因为咱知影着讲，你要甲即个病人建立诚好诶关系，你一定是爱用伊习惯诶语言，即种关系才有法度建立起来。啊，毋过呢，事实上就是讲，拄仔新闻嘛有讲着，有一寡可能60几岁诶病人，吼，伊感觉讲，即医生可能就是习惯讲华语诶，所以即个病人呢，就算讲伊是习惯讲台语诶，伊嘛会去配合着医生讲哦，你说国语就好了，哦，我都听得懂，哦啊，虽然讲对伊来讲呢，伊应该是讲台语对伊来讲是上介舒适诶，毋过呢，有较侪时间拢是病人咧迁就年轻医师的华语，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问题。所以讲，咱会当讲呢，伫即个时代诶，迄个医用台语敢有迄个需求？对啥物人有需求呢？对迄种有要义即件代志诶人。哦，我今仔日本着想要讲诶另外一篇呢，今仔日无机会讲着。啊，另外迄篇诶研究呢，就是咧讲呢，台语愈好诶人，伊会愈认同讲台语真正诚重要。哦，啊，毋过台语愈无好诶人，伊会感觉讲台语无遐尔啊重要，因为呢，啊边仔会晓讲台语诶同事会当斗相共啊，哦，啊伊嘛会感觉讲，医生甲病人之间就是讲，你关心伊是比你有法度用伊诶语言搁较重要。就讲你若真正关心一个病人，不管你用啥物语言，迄拢毋是重点。哦，所以讲我意思就是讲，我感觉虽然咱会感觉讲伫医疗诶场所应该是推销台语一个上介好出力诶所在，毋过呢，伫即个时代呢，我感觉是啥物人感觉伊重要呢？就是遮诶，感觉伊诶台语真正为伊会当甲病人建立搁较好诶医生呢，伊感觉重要。也就是讲，台语好诶人，伊会感觉伊用台语重要。无好诶人，伊袂感觉重要，安尼。哦，所以这是有一点点啊，较无好诶迄种较无好诶现象。所以讲，要将台语救起来，这变做是爱即种意识诚悬诶人，才有法度。吼，所以咱无法度用即种语用的实用的观点，吼，实用的观点来讲呢，已经渐渐互华语取代啊。吼，所以讲。得胜理医疗嘛是安尼，多谢吼，多谢迄个美芬园老师教授吼，啊，迄个我即马甲时间交互梁光兄做一个 ending，啊，佮介绍咱后礼拜诶节目。啊，我即马有看到单路有举手，啊，咱会使做一个 ending 结束了，较互伊过来问即个问题，吼。我来介绍后礼拜诶节目哈。啊，即个节目我想含今仔日嘛有小可类似诶所在啦哈。伊就是咱即马即个咱论坛哈，主要诶宗旨就是想讲要招各行各业哈诶人才哈，用台语来论因诶专业哈。因为安尼吼，台语才有法度通生活化。较现代化吼，啊，拄则美芬园嘛有讲着讲，啊，先啊，较会迄个有时啊咧讲台语啊，因为无够迄个思虑吼，啊，所以就转用英语，也是转用
华语的情形吼，所以这是特别是讲伫一寡较含现代知识、现代生活的情形啊，因为咱即马台湾拢靠着即个华语来接受新的知识吼，所以难免会讲台语会对即个现代的生活较袂着啦吼。啊，所以若是讲像今仔日即种讨论吼，讲着医学，还是讲即马后礼拜吼，咱要请2位吼，即个电脑工程师吼来分享因的即个学习台语的一寡想法啦吼。啊，我感觉这诚好啦，因两个拢足少年吼，一位是已经住伫美国啊，有2个囡仔的少年爸爸吼，啊，一位是即摆还搁伫台吼咧读册的即个少年迄个查某囡仔啦吼。啊，所以诚期待安尼会当大家来讲看来听吼。啊，因除了讲因个人的即个经验以外吼，因会讲着迄个语音翻译啦吼。吼，原来因即马其中因即2个人有同时同事过，啊，因主要的专栏是咧做英语和台语的翻译吼，台语翻英语吼，即种的语音翻译吼，所以期待咱后礼拜吼会当来参加吼。啊，佮煞咧迄礼拜吼，咱迄个有要请即个纽约的一个潘导演吼来分享伊的作品，叫做《Alone Together》吼。啊，即片电影是大部分拢用英语迄个发音的啦吼。啊，毋过伊诚趣味，因为有讲着11个国家的人吼，因面对 COVID 的时阵，因的生活是啥物款吼？啊，即个潘导演伊20档吼，无啥有讲台语的机会，啊，毋过我招伊来用台语来分享吼，啊，伊诚吼，伊嘛诚勇敢吼，伊嘛感觉讲好，安尼伊要来试看卖啊啦吼。所以我会先甲即个伊的影片吼放互大家看吼，所以咱迄天咱就无搁看影片啊吼，咱就是干那针对讲看即个影片了后，啊，咱伫即个 COVID 的中间，啊，咱有啥物款的想法吼，啊，大家做伙来分享。即个潘导演，你敢有伫遮？你若有伫遮，敢要甲咱讲几句话？啊，要讲啥？不要紧啊，就凊彩甲阮说一个就好。好，安尼吼，啊，大家好。啊，我感谢你的邀请。就迄个什么时阵？1月28。搁2礼拜，我会准备我的presentation， 歹势，台语也是无解。你用英语讲，其实阮嘛拢听有啦，嘿，呀。我知啊，我袂使安尼讲诶。诶，咱遮就是要主要要讲台语诶。对啦，用台语讲。讲英语。我的我会准备啦。Try my best。伊除了拍即片了，其实伊作品足济啦吼。啊，伊即马当咧拍即片Alone Together Together Alone 即片吼，已经拍了。伊即马咧拍一个纪录片，是咧拍一个迄个布袋戏的即个主题啦吼。安怎讲一个婚龄大汉的囡仔，伊要承接因老爸的即个布袋戏的行业吼。啊，所拄着遮个问题吼。啊，即个导演伊有摕着 Fulbright 的奖金吼，去到纽约住2-3个月。啊，和潘导演有足密切的接触吼，啊，所以即摆已经，我若要分享互大家影片吼，伊拄仔拍迄算讲是还搁咧试验啦吼，差不多有4-5分钟啦吼，啊，伊有计划讲3-4个月中间，伊会搁转去婚林吼，拍迄个布袋戏的源头，诚趣味的
话题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哦，我替即个潘导演感觉讲足骄傲，因为伊足勇敢啦。台语要会有救吼，就是讲要有像潘导演即种诶，足久无学，袂晓讲台语诶人，伊佫转来讲想讲要甲台语捡转来。啊，其实吼，即两个即个电脑工程师嘛是共款啊。即个单平人，伊转来学台语较几档，较半档尔吼。啊，另外即个即个学生吼，伊转来改成是2档啊3档尔吼。啊，总是因我下面咧讲诶过程诶感觉讲，哦，因虽然感觉讲因台语无好，啊，其实因两个拢讲，迄个查囡仔我毋捌下面讲过话，但是迄单平时我讲下面讲，伊就讲啊诚好咧吼。啊，伊就是为着讲伊生囝了后，啊，要含囡仔讲台语，吼，啊，搁去学，啊，学半，讲去学半档，啊，我感觉讲了袂歹。啊，因除了讲因的经验，因会讲着讲即个技术方面吼。除了技术方面了后，因会讲着讲一寡因咧学台语的过程，因有捡足侪网络的教材吼，检采有来当来含咱分享啦。所以若你即搭伫遐咧讲哇，台语的教材要去倒一搭找吼，啊，其实你若后礼拜来听吼，啊，因会甲咱分享一寡诚合用的、诚实用的，即足侪多元的台语的教材，啊，逐个会当根据恁的需要吼，啊去拣安尼吼。好，安尼我就报告到遮吼。啊，续落来咱就是安尼，逐个开讲的时间啦吼。啊，丹路你有啥物大家有啥物代志要甲大家分享呢吼？咱搁一摆甲迄个米粉丸倒对下，啊，咱互咱会使甲伊拍送拍送一个迄个铺啊。OK。多谢，感谢大家。嘿，啊，你后边迄个主题吼，咱甲过来敲时间吼。你讲有一个主题好啊。讲了吼，咱甲过来敲时间。啊，我即摆是咧想讲吼，其实咱即摆有节目的来源是真丰富啦吼。啊，检采咱的时段拢无够，所以我是咧想讲，是毋是咱过来加一个时间，就是讲台湾时间拜六下早啊啦吼。啊。美国的时间差不多下晡下暗即个时段吼，安尼会当讲可能咱会当慢慢仔开发讲2种较无共款的即种的性质的论坛吼。毋知大家感觉啥物款，这嘛会算讲会当大家来讨论的议题啦。因为我感觉讲哇，有时啊，即个时间大家足爱参加，毋过台湾咱也是，尤其是当年时间吼，台湾11点才开始啊，有时啊。讲了就已经暗时啊1、2点吼，所以安尼。伫台湾已经伫要1点嘛，所以咱爱互台湾的人较紧就先去休困。不要紧啦，即马咱毋免甲赶啦吼，因逐个身体爱家己顾啦吼。啊，咱就是讲，毋是要甲恁赶，啊，就是讲逐个身体爱家己顾吼。啊，恁若要留咧，你要离开吼，啊，请恁毋免歹势，自由离开啦吼。啊，若要留咧开。